形神兼備係傳統藝術追求嘅一個境界。有時人們會認為形同神比較，梗係神更加重要啲啦。其實唔係喎，冇形而且係規範嘅形，神係冇辦法體現嘅。書法中都有講啦，形不似神不出，連一個字嘅骨架筆法都未搞掂，又點談得上神韻呢？呢樣嘢中外皆如是㗎。舉個例子，法國默劇大師 Marcel Marceau， 佢就係通過千錘百煉嘅形體動作，能夠喺空空如也嘅舞台上邊，冇一句語言，冇一件道具嘅情況下，勾勒出任何嘅環境，描繪出任何嘅人物同事件。譬如話佢處於嘅環境啦，喺度上緊樓梯，靠嘅係身法同步伐。佢摸嘅係絲絨、石頭、玻璃、絲綢，靠嘅係唔同嘅手法。Marcel Marceau形容佢嘅默劇係一種程式性嘅表演。咩係程式性呢？簡單咁講啊，佢係要遵循一定嘅規矩法則，處處講求規範、講求格調嘅一種表演藝術。仲有一個特點，就係佢擁有自己一套獨特嘅藝術語彙。咁呢套語彙入邊嘅 ABC 就係具體嘅程式啦。我哋嘅中國戲曲亦都係典型嘅程式性藝術。譬如話一個番水袖，一個蘭花指，無一不是程式。只不過同 Marcel Marceau 比起嚟，佢咧就比較生活化，而中國戲曲咧就趨於舞蹈化嘅，但係對形體嘅極致要求都係一致嘅。咁點解中國戲劇會走上一條舞蹈化嘅道路呢？呢個又係與歷史有關啦。第一，如前面所講，西周禮樂制度做乜都要跟節奏嘅，大家可以重溫一下無節不作嗰集。第二，原來我哋嘅祖輩個個都係自細就學跳舞嘅，因為我哋嘅祖先對於形體嘅規範係相當嘅重視，認為呢個係做好一切嘅先決條件。我而家仲唔係講緊舞台表演喎，而係從日常生活就係咁樣要求噶啦。禮記冠義曰：禮儀之始，在於正容體、齊顏色、順辭令。即係話禮儀啊、涵養啊呢啲嘢，我先唔同你講理論，我要先從你嘅儀表着手。用今日嘅話呢，就係要求小朋友首先要端正姿容體態，坐有坐相，站有站相，態度端莊，言語得體，容體正，顏色齊，辭令順，而後禮儀備。即係話呢啲嘢全部到位之後，禮儀嘅精神自然就呈現出嚟啦，否則都係白講。咁當時用咩去正呢個容體呢？梗係最開心又最有實效嘅方法啦，學跳舞。當時嘅青少年，春夏學干戈，秋冬學羽若，原來係文武同埋武舞。其實就係連射箭，我哋都要講究形體規範。規範到咩程度？規範到可以觀外而知內咯。射手嘅姿容、射藝、風度係可以反映出佢嘅品格嘅。所以古代嘅天子係以射藝
嚟到選擇佢要任用嘅人才嘅。從上面所講，我哋可以領略到一啲嘢。首先喺傳統文化當中，形同神係統一嘅、緊扣嘅，經過精心設計、規範嘅形體動作，係有陶冶性情、熏陶氣質同埋教化身心嘅作用嘅。從另一方面去講，經過訓練嘅儀表體態，亦都有助於凸顯你嘅內在氣質。內與外係互為作用嘅。我哋戲曲藝術嘅形，亦都即係話程式，可以話係深受禮樂制度影響下發展起嚟嘅。首先，一切舞蹈化、節奏化，呢個正好吻合我哋前集講到嘅虛擬性美學特徵。因為舞蹈性、程式性，先至可以帶我哋脫離生活嘅真實，走向寫意嘅道路。咁另外呢，就係觀外而知內啦。呢樣嘢喺我哋嘅行當藝術當中呢，可以話係表現得淋漓盡致嘅。咩係行當？行當就係歷代藝人經過無數嘅舞台實踐，將各類人等嘅性別啦、年齡啦、外形體態啦、行為舉止啦、性格特徵、社會地位、品格善惡等等，作咗高度嘅總結同提煉，歸入咗唔同嘅種類，就係平時我哋所講嘅生旦淨醜啦。每個行當其實都係將某一類人典型化，每個角色係邊一類嘅人物，只要一睇佢嘅行當，便知究竟。此外，每個行當裏邊都有更細嘅分類，而佢哋都有一個共同點，就係每一個行當都必有文武嘅分支。呢個恐怕同我哋跳咗咁多年文武武武都有啲關係。而戲曲中真正嘅文武相傳呢，亦屬最難能可貴嘅。戲曲行當將形嘅藝術推至極致，並且已經形成咗一個相當完整嘅體系。佢好似一本詞典咁，入邊含藏住一切人物描繪之所需。可以話冇行當藝術就冇戲曲藝術㗎喇。國學大師季羨林先生曾經講過，詩唔一定要懂，詩嘅詞組同韻律美直接訴諸人嘅靈魂。京昆嘅唱念做打舞程式本身亦都有直接訴諸人嘅靈魂嘅力量，因此要演好戲，必先立足於功法。因為呢啲程式就係我哋表演全程嘅着力點，只有反覆磨練，通過熟練嘅規範程式，我哋先可以揾到正確嘅表演感覺，感覺啱咗，情自然就湧現啦。至於真正做到形神兼備，咁就係響形嘅基礎非常之紮實嘅前提之下，睇下各自嘅修為、學養同埋酸甜苦辣嘅人生歷練啦。